你以為香港只有近200年嘅開埠歷史咩？你又以為繁華同喧嘩就係呢座城市嘅全部標籤咩？今日我哋要帶你離開車水馬龍呢個市區，一路向西嚟到元朗下村嘅源頭山下邊，呢度藏住咗一座連好多香港嘅本地人都未必知道嘅隱世淨土，佢就係靈道寺。佢避開晒所有嘅商業喧鬧，默默咁樣守住呢一片山林，而佢嘅歷史竟然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紀嘅東晉末年，亦即係話佢比香港開埠足足早咗1400多年。要講靈道寺，我哋必須要先認識一位傳奇人物，因為原來靈道寺同青山寺呢兩座古剎喺1600年前就係因為同一位坐住木杯過海嘅神僧杯渡禪師而結緣嘅。咁青山就成為咗名震清代嘅新安八景，而靈道寺呢就選擇咗低調隱世。咁正因為有咗神僧嘅足跡，呢座古剎就同屯門嘅青山禪院以及錦田嘅凌雲寺並稱為香港3大古剎啦。佢哋亦都係香港佛教最古老嘅發源地嚟㗎。走入靈道寺，你會發現呢度建築物都散發住一種好內斂嘅顏色。呢啲全部都係傳統嶺南建築嘅青磚牆，佢哋冇多餘嘅油漆匠氣，每一塊磚都係歲月留低落嚟嘅印記嚟㗎。呢度就更加似一座低調嘅書法博物館。你睇正門嘅上方，仲掛住清末廣東狀元梁耀書親筆題寫嘅「道從此入還變」添啊！而最讓人震撼嘅歷史證物就係藏喺大殿嘅角落。大家睇下呢一個青銅古鐘，佢鑄造嘅年間係清朝道光20年，即係公元1840年。當時嘅下村鄉紳同啲善信呢，集資重修古寺，就做咗呢一個鐘啦。經歷咗180多年嘅風雨，鐘身上嘅字依然係清晰可見嘅。當你企喺佢嘅前邊時候，彷彿就好似聽見道光年間嗰種悠揚嘅鐘聲穿越時空返嚟你身邊啦。走到大殿，你就會發現一個有趣嘅現象啦。呢度嘅正殿係供奉住佛祖同埋觀音嘅，偏殿呢就供奉住道教嘅女祖同埋關帝喎。咁呢種佛道融合嘅格局呢，正正就係華南民間信仰最具包容性嘅體現嚟㗎。比起其餘兩大古剎，靈道寺至今呢依然係刻意保持住與世隔絕嘅姿態。嚟到呢度，周圍都只有古樹參天，清風隨來。喺大路上嘅車水馬龍，到你踏入山門嘅嗰一刻，瞬間就被隔絕喺另一個世界。呢一座1600年嘅古剎，默默記錄咗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嘅潮起潮落。佢不但係一部活生生嘅香港古代史書，更係一個能夠讓現代都市人停低腳步，聽下自己嘅呼吸聲嘅空間嚟嘅。下次如果想找個地方讓心靈微逃跑嘅話，不妨嚟一趟元朗嘅靈道寺，坐喺古樹下，靜心咁樣感受呢一份香港難得一見嘅千年寂靜啊！